該啊，雷牧師啊嚇，俾我今次喺香港呢10日嘅假期裏邊，有一段時間可以同弟兄姊妹你哋見面。迦南團契對我嚟講既係熟悉又係陌生，因為當年15年前啦嚇，應該係2010年直團由5城。我記得嗰陣時係 Terry 同埋阿 Simon 傳道帶住大家由5城，因為嗰陣時5城星期五成長團契已經係累積咗好多10隊嘅弟兄姊妹，一直都唔肯升團，又唔肯去其他團契，咁就所以就諗咗個方式，就係俾大家成立一個新嘅團契，所以就係迦南團契。所以迦南團契我係風聞你哋出咗嚟。但係咧，就一直冇機會踏入呢個迦南美地。今晚終於有機會嚟去踏入呢個迦南美地。今次翻嚟，其實好主要大部分嘅原因係我媽媽，你見佢啊非常之精靈啦嚇。其實佢有腦退化差唔多4年啦。咁其實佢一直其實4年前我已經係覺得佢應該有呢個嘅跡象，但係佢一直係諱疾忌醫，唔想嚟到去醫院嗰度接受檢查，但係神嘅時間好奇妙啊！佢2年前跌倒，咁跌到個髖關節就要做手術。咁喺新加坡政府醫院，你話佢都好嘅嗰個嘅設施同埋個配套。你既然做手術，所以佢就唔需要徵得你同意，就做埋呢個老人科嘅檢查，咁啊做埋呢個嘅腦退化嘅檢查。所以跌倒之後就2年2023年2年前。就確診，咁個醫生就話佢應該有腦退化，差唔多2-3年嘅時間。咁就所以加埋而家跌倒之後2年啦，所以有4-5年嘅時間已經係腦退化。咁佢就醫生唔建議佢食藥，因為心跳慢。咁呢啲嘅腦退化藥大家知道，佢唔係嚟到去醫好你，即係放慢個速度。所以你食，如果你個 development 唔係太快，你食與唔食都唔係太大嘅分別嘅。咁因為佢個心跳慢，所以醫生就唔建議佢食。但係亦都係鼓勵佢可以有多啲刺激佢個記憶，係幫助到佢。咁就8月嘅時候，我就同我舅父我阿姨去過呢個嘅廣州探佢個堂妹。咁啊，因為有嗰次嘅搭飛機嘅經歷，因為佢跌倒之後，我就唔敢帶佢搭飛機，但係就時不時就帶佢去馬來西亞，點到點嚟到去帶佢去。放下假出去旅行下，我媽媽係好活躍嘅，跌倒前，但係跌倒後咧就唔敢帶佢去啦。但係今次因為去過廣州，所以就可以諗住既然醫生講多啲俾佢有多啲刺激佢記憶嘅呢啲嘅人事物啦嚇，咁所以咧就今次我既然攞到大假，就所以呢10日就帶佢過嚟香港，因為又喺香港裏邊有好多我哋好美好嘅回憶。啲弟兄姊妹啊，啲人事物，咁所以就今次就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咁阿 Kiss 叫我嚟到去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同埋鼓勵。其實我喺媽媽，因為我同媽媽住，咁喺佢跌倒之後，其實好多生活上面好多嘅轉變。曾經考慮過要唔要放低前線啦嚇，因為要照顧佢。咁喺祈禱嘅當中，我覺得上帝好憐憫，因為我請到好好嘅工人姐姐。亦都因為個工人姐姐，所以使到我喺前線侍奉係冇後顧之憂嘅。咁我翻工，咁我工人姐姐就照顧佢。咁就另外咧，要感恩嘅係，我覺得係上帝嘅手嚟對托住我嘅服侍。所以好多人問我，你係咪而家仲係 full time 服侍？我講係。咁佢哋好覺得好點有可能咧？同埋咁大挑戰，屋企有一個需要你嚟到去關注嘅老人家。但我覺得喺好多時候，我發覺無論係我預備講章啊、預備信息內容，上帝都好喺後邊嚟到去托住我啦。喺信息嘅預備方面，好多時候講完道之後，弟兄姊妹俾我嘅個回應同埋 feedback， 佢話我好似講出佢哋嘅心聲。其實我唔知係唔係，但係我覺得喺個領受裏邊，上帝咁樣嚟到俾我呢個信息，同埋喺預備嘅時間，因為要好多時間嚟到關注佢嘅需要，時間方面可以用到嚟到去預備同埋服侍嘅係少咗嘅，但係上帝就喺嗰一個地方，直嚟到去加能賜力
俾我好多時候就可以有好多嘅信息嚟到去預備。我講到最近嘅經歷啦嚇，2個月前我喺一個嘅聯合校友嘅呢個嘅退修會裏邊，我就用咗摩西90篇嘅內容嚟到去帶領嗰個嘅退修會，係4日3夜，3晚嗰個嘅主題信息，我就用咗3個嘅英文字母叫做 CPF。嗱，我知道香港嘅強積金叫 MPF 係嘛？新加坡嘅強積金係叫做公積金啊，英文字母就係 CPF。咁啊用呢個英文字母嚟到去講出詩篇90篇嘅信息。第一個 C 係咩咧？喺新加坡 CPF 就係 Central Provident Fund。咁我就用咗呢個 CPF， 我就第一晚嘅信息 C 就係 Centrality 中心點。摩西話：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無論我哋喺乜嘢嘅地方，我哋嘅經歷係啲乜嘢？頭先喺 PowerPoint 我睇到有啲咩高山低谷同路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經歷，我哋都好需要好多嘅同路人。但係唯一不變嘅就係上帝自己嘅同行。佢喺摩西嘅經歷裏邊，喺曠野裏邊，摩西點樣嚟到去帶領以色列人喺咁艱難嘅環境當中，而摩西佢可以認定上帝係佢嘅居所，係我哋嘅居所。就係因為我哋無論係喺乜嘢嘅環境當中，上帝自己嘅信實同埋永恆不變係咁真實，所以第一晚佢用咗 centrality 嚟到去鼓勵弟兄姊妹。咁第二晚嗰個 P 唔係 provident fund 嗰個 provident， 而係 purpose。個 purpose 係乜嘢咧？我哋生命裏邊，其實我哋嘅生命雖然講話媽媽係95歲，頭先我聽到哇有伯伯係100歲，我哋縱然我哋好長嘅生命年日。摩西話強壯係70歲，一生嘅年係70歲，強壯係可以去到80歲。但係其中所經誇嘅係啲乜嘢咧？只不過係勞苦愁煩，轉眼成空，如飛而去。好多嘢我哋以為喺呢一生我哋好努力嘅業績功績，但係我哋更多嘅係罪績啦嚇。我哋累積咗好多上帝所憤怒嘅唔喜悅嘅嘢。但係上帝俾我哋喺當中嚟到去睇到，我哋好短暫嘅人生裏邊。我哋好似瞓一覺，我哋又好似如水沖去，我哋只不過係塵土。其實好多嘢係 nullify 嘅，完全係可以轉瞬即逝，係完全睇唔到。喺我媽媽跌倒嘅呢個期間，同埋喺佢呢個嘅腦退化嘅裏邊，我深刻感受到可能你做咗好多嘢，但係可以完全唔記得你做過啲乜嘢。你問今朝有冇食過啲乜嘢？冇。我哋8月去過廣州，你問佢你最近有冇去過廣州啊？冇。所以完全唔記得㗎，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有一生路裏邊你好努力，做咗好多嘢，但係喺如飛如去嘅生命裏邊，其實剩翻係啲乜嘢咧？其實係可以完全係唔留下一啲嘅痕跡，但係上帝俾我哋喺呢啲轉瞬即逝，完全係可以不留痕跡嘅生命裏邊，但係好奇妙嘅，上帝居然俾我哋喺佢嘅永恆裏邊嚟到去遇上佢。以致我哋可以係不留下一點嘅痕跡嘅生命，呢啲嘅世間嘅日子，但係上帝可以俾我哋可以掛鈎喺佢個永恆裏邊。所以到最後嗰個 CPF 嗰個 F 唔係 fund， 我就用咗 faith。我哋嘅信心係俾我哋睇到，摩西話：我哋手所作嘅工作，求你堅立。原來我哋今日嘅工作，縱然係我哋如飛而去嘅生命。但係上帝居然俾我哋喺佢個永恆裏邊遇上佢嘅時候，我哋可以喺佢個永恆裏邊掛鈎有業績，而呢個業績係上帝自己紀念嘅。我哋嘅業績係啲乜嘢咧？前2晚我喺5城團契嘅呢個嘅聚餐裏邊，有個姊妹嚟到去帶領一首詩歌，叫做《恩典太美麗》。最後嗰2節，佢話：終身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就使到我哋嘅生命唔留下一點嘅遺憾，所以我哋嘅生命其實轉瞬即逝，可以係完全行過地上邊，就好似塵土咁樣，完全係可以唔記得我哋。但係我哋生命居然係可以喺上帝嘅永恆裏邊
係可以被神紀念，就係因為當我哋嚟到全心全意、傾心傾意去愛神愛其他人，上帝就俾我哋喺呢個短暫嘅人生留低一啲上帝嚟到紀念嘅呢啲嘅事蹟，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因為無論我哋嘅日子係如何，就好似我唔知會唔會活到好似我媽媽咁長嘅歲數，但係我唔在於呢個嘅年日嘅長短，但係問題係我哋每一日係點樣嚟去活，呢個先至係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唔需要嚟到去介意你活得幾多個歲數係幾長幾短都好，但係每一日就好好地嚟到去生活。咁基督嚟到去叫我你不如都分享 IFES 嘅事工係。我喺讀完神學之後，話説嗰陣時係91年，我88年喺恩福，88至91年喺中神讀神學，88年就開始揾教會實習，就開始揾到恩福，所以自此就係恩福，直到如今啦嗰條線都冇斷過。雖然我喺2011年離開咗恩福嘅呢一個嘅傳道同工嘅呢一個嘅職份，但係翻到新加坡喺 IBS 嗰度嚟到去服侍，但係喺恩福嘅呢個事工裏邊，我繼續嘅嚟到去一齊嘅嚟到去配搭，直到今日。咁所以嗰晚喺五成團佢嘅分享，我話雖然我離開咗14年，但係一踏入呢一個嘅唔單止建築物啦一遇到呢度嘅群體，我覺得我好似冇離開過。主要係因為我覺得最重要係我哋係連接於喺上帝自己嘅話語同埋神嘅道裏邊嚟對彼此嚟到去勉勵。我哋都係同路人，無論我哋係喺乜嘢嘅環境、乜嘢嘅地方、乜嘢嘅處境，縱然你所經歷嘅你生活裏邊嘅挑戰同我係完全唔一樣，但係唯一不變嘅就係上帝自己嘅信實嚟對幫助我哋。按住我哋嘅領受同埋位份，我自己就喺新加坡一直以嚟就喺學生個群體裏邊嚟到去服侍大專院校啦，同埋喺畢業生嘅一個嘅團體裏邊嚟到鼓勵佢哋。每一年我哋都有呢一個嘅 Bible Camp， 喺10月我就帶領咗 Poly 一班嘅學生嚟到去一個 Bible Camp， 喺明年1月就帶領大學嘅學生嚟到去 Bible Camp。咁除此之外，就喺校友嘅事工裏邊嚟到去服侍。最近啱啱攞咗長期服務獎22年啦，咁呢係完全係神自己嘅恩典。咁我覺得喺今日上帝繼續係用得着我，同埋喺屋企嘅需要裏邊，可以俾我可以全時間嘅嚟到去服侍。我覺得完全係神嘅恩典。所以按住上帝俾我哋嘅領受啦終身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使到我哋生命係不枉過嘅。好，我交翻俾你。